继续关心咱台湾 IC 设计的新创公司奈美光公司，有向国发会有甲伊投资1700多万，也毋过即马煞风声讲，因独家研发的技术哪方泄露去中国。这间公司有对外发出声明，强调讲并无和中国做技术转移合作，外界毋好黑白乱传。国发会是对外表示，关键的技术即马在研发，敢有甲技术转移去中国，即马正在调查，会伫1个月内提出调查报告。台湾奈美光公司因为进前研发出全球头一粒中湾防化公司合一石光子晶片，4年前申请国发基金，得到国发会1700多万入股投资，也毋过煞有消息传出，台湾奈美光董事长技术私底下寄转中国，引起国安局甲调查局高度关注。国发会做出回应。你不要1700又不见了。您刚才提到说1700会不见，不会啦，因为这家公司照理说它不会倒啦，它当然还在研发阶段。国发会表示，台湾奈美光科技公司主要是提供石光子晶片，为 IC 设计到终端产品的对立整合服务。那奈美光公司的技术，若涉及医学清挂，也会当运用伫军事航太顶面。一旦若真正寄转中国，恐惊会引起国安疑虑。奈美光公司是伫官网发声明澄清，有关石光子晶片专利并无移转任何人，目前无甲中国是其他国家进行任何技术移转计划，无危及国安也是违法问题。像石光子晶片也在研发阶段，未来研发成功会另外委托代工生产。传出中国开价人民币52亿，要准备投资市场是不实内容。如果一旦这个关键技术流出，会对国安造成重大的危机，对不对？最原始的技术是台大技转的了哈。那如果说台大技转出来以后，它要再加值再转出去的话，尤其到第三地的话，基本上是要透过一些审议调查的不是那么容易的。国发会表示，若奈美光科技公司经过检调机关调查，确定有违反法令，也是损害股东权益，国发基金会依法讨赔。国发会有计会伫1个月内对外提出调查报告。记者综合报道。